講得嘢，定還是其實係可以發言嘅咧喺現場？企起身講，企中間好唔好啊？多謝晒 Jimmy，唔該晒 Jimmy，企高企。係啊，中間唔該，係啊，呢度多謝。我哋側邊有個 camera，靚仔。因為我再過少少得唔得？喂，因為我都唔知我適合講啲乜嘢。我冇疑問地，我都係心懷恐懼同埋緊張咁樣。點解我會出席？我係2008年加入社民，同黃浩銘一樣。我加入社民連嘅原因係因為當時社民連成立嘅時候咧，有一班創黨嘅朋友，當時我不存在。當時我未參與社會嘅任何事務，我仲係一個學生。以我所知係一班創黨嘅人，去連結唔同弱勢嘅群體，包括一啲喺同志運動上邊努力打滾緊嘅一班人。佢哋去問食嗰班同志嘅朋友，如果社民連成立，我哋要幫一班同志可以做啲乜嘢？社民連成為咗香港第一個